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佛法心靈輔導，幫你揾到出路。我係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社工周姑娘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喺佛法心靈輔導中覺知與洞見呢一個部分。發展洞見係改變同去除煩惱嘅重要一步。喺正法治療當中，發展洞見係消除痛苦嘅關鍵一環。所謂洞見係對知識同真理嘅認識，再加上實踐同反思而獲得嘅洞察能力。呢個能力需要以正念覺察力為基礎，發展出具深度嘅覺知能力。換言之，我哋要學習對自己嘅身心反應有時刻嘅覺察，即係有意識咁留意當下一切嘅感覺、想法、意念。待身心有足夠嘅平靜同清明時，就能夠深入觀察，睇到一切身心現象嘅本質、運作同埋問題背後嘅原因、關係等等。咁樣先能夠幫助我哋揾到根本嘅解決方法，作出更有智慧嘅選擇。所以我哋要留心同細心觀察心靈活動同痛苦嘅關係，洞察到我哋嘅煩惱並非由外境組成，而係嚟自於我哋嘅執着、思想模式、習性等等。接下嚟，我哋可以用正念去面對呢一啲情緒、想法、身體感受等，睇到佢哋不具有永恆不變嘅性質。而喺處理問題嘅方向上，需學習改變固有嘅觀念同想法、習慣等。例如有一個人，佢經常衝動打人，如果佢能夠對打人行為背後嘅憤怒情緒有所覺察嘅話，而唔係無意識咁任由情緒嘅控制，憤怒出現嘅時候能夠覺知到情緒，然後讓自己回到呼吸上面，以停止衝動行為嘅發生。咁樣心喺平靜而不受干擾嘅狀態下，先有機會回復清明，觀察當前嘅身心現象，咁樣先能夠更準確咁揾出構成現象嘅原因，包括明白憤怒或者啲慣常行為嘅源頭同埋因緣條件等。對源頭同因緣條件嘅洞察力，能夠推動我哋學習改變，唔再無意識咁受習氣所驅動，而係有意識咁作出最適合嘅選擇。喺佛法心靈輔導嘅過程中，輔導員會協助個案透過靜心練習，培養覺察力，接納身體同情緒反應，以佛法嘅義理，理解痛苦嘅內在成因同事物嘅本質，領悟並接納無常，輔以轉化舊有見解，放下執着，以達至內心嘅平靜同自由。